大埔龍尾村肢解案，死者蔡天鳳前家姑李瑞香妨礙司法公正罪成，判囚18個月。案情話，李瑞香喺2023年2月22號至到23號期間，即係蔡天鳳遇害之後，妨礙同阻撓警方對佢個仔鄺港智嘅調查同拘捕，並且催促對方離開即將調查嘅地點。佢否認妨礙司法公正控罪，喺區域法院審訊之後裁定罪成。辯方求情話，另外2名被告，即係鄺港智嘅朋友林信同潘巧賢，協助租用遊艇潛逃，判監6個月，認為本案情節較輕，刑期應該更加短。不過控方就認為唔可以直接比較，因為2個人唔知道鄺港智涉嫌干犯謀殺罪，而李瑞香知道個仔牽涉另一宗盜竊案。喺發生肢解案之後，李瑞香唔單止冇配合警方調查，更加敦促個仔潛逃。法官陳廣慈批評李瑞香嘅行為係衝擊同蔑視司法制度同社會公義，父母理應痛錫仔女，但護子心切並唔係求情嘅理由，更加唔係犯案辯解。如果李瑞香當初大義滅親，勸鄺廣智就盜竊案接受法律制裁，就未必會發生之後嘅事。今次案件稱得上係慈母多敗兒，令到一個大好家庭破碎。陳廣慈又話，李瑞香試圖影響蔡天鳳媽媽向警方提供資料同作證，法庭不齒同譴責佢嘅行為，判刑需要有阻嚇性，判處李瑞香入獄18個月。無線電視記者吳佳軒報道。